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標煙鋪九龍灣 MegaBox 旗艦店嘅新活動。今次我哋聯同 Samsung 一齊舉辦 Samsung 家電巡禮，場內有多款 Samsung 產品展出，包括有電視機、洗衣機、雪櫃等等嘅家電，全部都可以即場試用㗎。如果你正打算 upgrade 屋企嘅家電，就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。我而家嚟就喺活動現場，等我帶大家行個圈，睇下有咩產品先。首先一入到嚟就可以見到 Samsung 電視體驗區，可以睇到呢部65寸 OLED S85F AI 智能電視。佢個賣點就係呈現更多有層次黑色同埋白色嘅場景細節。佢配備 NQ4 AI 第二代處理器，代表20個 AI 神經網絡，支援自動優化聲音同畫面，仲可以自動將低解像度嘅內容提升到 4K 畫質。音效方面，佢支援杜比全景聲，俾你享受更有臨場感嘅環迴音效體驗。另外，佢仲有高達120Hz 冇延遲、冇殘影嘅遊戲模式，啱晒打機嘅朋友啊！再行入啲，可以見到洗衣機專區，呢度陳列咗一系列嘅 Samsung 洗衣乾衣機。我特別推介呢一部Samsung Bespoke AI 全智能洗衣乾衣機 WD12DBLB84GDSH， 透過 SpaceMax 技術優化內部結構，喺唔增加整體體積嘅基礎上，將洗衣容量由10kg 增加到12kg， 同時縮減機身深度至到550mm， 啱晒即使廚房空間較細，但有大容量洗衣需求嘅家庭。仲有 7kg 乾衣功能，脫水轉速高達每分鐘1400轉啊！最後仲有個雪櫃專區，可以睇到晒唔同尺寸嘅雪櫃，無論係單門定係雙門，呢度都好齊㗎。我特別推介呢一部 Samsung Bespoke AI 節能對門雪櫃，佢同樣係採用咗 SpaceMax 優化內部結構技術，令內部空間大咗好多，同時機身都更纖薄，有成647列啊！買再多嘅食材都放得落，稱得上係節能雪櫃。因為佢有 AI 節能模式，幫你慳返高達10% 嘅電力，識得根據你嘅使用模式同埋周圍嘅環境調節製冷效果，加埋內置嘅 WiFi 俾你隨時用手機 Apps 調校溫度，甚至乎門未關好都會即刻提醒你，超方便啊！我哋今次仲準備咗會場限定優惠。只要你喺會場購買指定 Samsung 產品，就會送你豐富嘅贈品，當中最優惠就梗係買電視啦。而家購買指定型號嘅智能電視，即送價值4680嘅 HWQS78F38， 仲有免費送你掛牆安裝服務。最吸引嘅一定係呢部42寸 OLED S90F 智能電視，有成7折咁多啊！同埋我自己最私心推介呢部50寸 Durframe 畫框電視，佢係電視亦都係一個智能畫框。當你熄咗電視嘅時候 ，Durframe 就會變成藝術展示區，展出一幅幅名畫而唔係黑色屏幕，可以幫你屋企增添一份藝術氣息。依家會場價購買仲有8折。而洗衣機方面最吸引嘅一定係呢部 Samsung WW80AGAS21AXSH 前置式洗衣機。呢部洗衣機專為香港家庭設計，最大優勢係佢嘅450mm 纖薄機身，就算屋企空間有限都好容易擺放。佢仲配備咗智能變頻技術嘅摩打，最大好處係運作好靜，而家5折左右就可以入手啦。除咗以上介紹嘅產品，現場仲有好多 Samsung 智能家電等你去發掘，所有產品都係以會場限定優惠價發售㗎。即刻幫你慳返唔少錢㗎！會場仲有好多唔同嘅贈品，快啲過嚟了解下啦！唔講咁多啦，我而家都要爭取時間去揀啱我心水嘅產品。依家就過嚟標煙鋪 MegaBox 旗艦店，用晒啲優惠，買晒啲電器返屋企啦！拜拜。